Hello，你好，我好，大家好，我係 Ella1 師傅。今日我係所同你哋所講嘅咧係攝太歲啦。正式攝太歲要幾時攝太歲啊？紅毛人嘅日子2月4號，2026年係立春咗嘅日子啦，正可以攝太歲。唐人嘅日子咧就係12月17日。今年入邊嘅太歲嘅名叫做咩名啊？文則將軍太歲。記得，未立春之前就千祈唔好攝太歲住先，因為都未立春你就攝太歲，有攝同冇攝都係一樣，冇諗住本錢去攝太歲。所以 Ella1 呢度嚟講，每一年入邊咧立春嘅情況正幫我哋攝太歲。太歲係太歲，每個地方攝法都會唔同。Ella1 幫你攝太歲，年頭攝太歲，年尾幫人哋還太歲。所以你哋唔使驚，一陣又忘記啦，唔使擔心啦。因為你哋有幫 Ella1 攝太歲嘅，我哋嘅助理一切全部會出晒落咗嘅電腦嗰度嚟啦。年尾嘅情況，我哋會幫你哋一個個會還翻嘅太歲。今年入邊還太歲嘅係邊幾位屬馬噶啦、屬老鼠啦、兔仔啦同埋屬牛嘅人，所以無論做咩事情都好，都係留意一切照顧身體健康方面最重要啦。邊個係攝太歲嘅，記得嚟Ella1呢度連接同我哋嘅助理講一聲，到時候我哋又會幫你，無論外國嘅朋友、本地嘅吉林多嘅朋友都好，新嘅一年入邊邊個係攝太歲都可以嚟揾Ella1。OK， 我係講到呢度俾你哋嘅，拜拜。